哎呀呀，各位聽眾，我再歡迎到來收聽邊個福建嘅節目。人問煩惱，一個禮拜無叫人買單。哎，你想講，哎呦，聽日嚟免聽。你知唔知？哇！佢家頭家別啊，特個禮拜都要歡呼人買單。然後這啦，後尾一個禮拜唔是後尾一個禮拜，後尾幾日買單，點有超過5個7個人嚇呢啊！所以我是了解人嘅心情啦，嚟看咱特別嘉賓先。Hello， 歡迎特別嘉賓來介紹人嘅老趙，嚟老趙咯，阿達歡迎。了食肥巴咧袂？啊，我未食過啊。了個有老趙先介紹先，確定人嘅成績該卡開講講。個有人嘅老趙好屌，阿龍歡迎耶！邊邊識酷邊酷冇酷邊？阿龍真歡喜咯，定住人睇見面到啲邊人嘅會。是是咯，這是貴啊，就自己加飯嘛。百幾塊唔呀？百幾塊真大件事咩？我 survey 過 before 我未亂過。呢邊人都只能食百幾個，即係冇寫啦，冇寫啊。OK，但係少人無端端走呢個就百幾塊。對啦，特別 buffet 喎，buffet 百幾塊應該是有虧啩。有咩人 buffet 有貴㗎？你講咩同件？我唔知，我我就 buffet 300幾塊嘅。有啦，百幾是standard的嘛。哎呦百幾塊。standard的啊。但人本在，就安怎搞啥子？聲到啲隻手皮嘛，隻手柄嘅嚇。奇怪喎，但係人哋未必 special audio。南西講啫。testing，聽到我講嘅，聽到。啊，別人講看啊，未使講出聲啫。testing。啊，依個冇，安怎搞啥子聲？歪一邊嘅啊？咁所謂係個歪一邊咧，我就無虧咗嘛，別歪一邊啊係嘛。你到底 clubhouse 裏聲歪一邊，到底 zoom 裏邊歪一邊？OK，來個介紹人嘅老趙個，咱係第少年嘅老趙。錢特別個老咧，得個歡迎得個 ，Hello， 私人得個未來喎。一個見喺上邊嘅就，我叫你個嘅驚。啊，我這邊很快話啦。啊，咪是你個嘅驚，咪是教我隻上邊咯。嚟邊隻？係啊，我家在世界人上邊就掉啦。即係你30幾年後就上喺我喺邊啦，你。反正個新潮來介紹姐，誒歡迎，你名咩啊？你講你白來佢介紹應該是有名咧。劍虎啊，我是鬼鳥，我唔知啊。有估啊！叫我是鬼鳥。因為你做長會啊，劍虎嗰時鬼鳥。有時我不想看到你做長會。這到天，這到水。哈！我名是咩啊？唔知係唔知是火車還是什麼糖？我就冇關咧。誒，安怎啊？講這時看這鬼鳥還是阿莫丹？阿莫你講唔是阿莫丹講咩？鬼鳥。劍虎。叫我。劍虎鬼鳥咯，叫你攞你乜叫佢咯，佢明明笑嘛劍虎鬼鳥。歡迎，你都喺度咯？啊，可唔可以啫？點解？我到新加坡，我喺嗰邊嘅，然後當佢嚟這邊做工咯。我都聽係是細漢時個啦。中學時啦。中學時，所以咪咪加一間相哦，加這個的歌相哦。中學時聽，你中學時幾十幾歲喂？應該是冇會聽是。你嚟參咪是幾十幾歲喂？貴啦，我都好畢業了。OK。放快畢業了，然後我去讀印地嘅時，或者哦，印地邊嚟嘅還是吉隆坡嘅？啊，印地邊嚟嘅。我知道咯。誒，等陣，烏魯嘅愛火車機嘅。啊，阿咪烏魯，我知住嗰邊我知。到底 Equatorial 呀？Equatorial 嗰邊嘅落去。係啦，當 Equatorial 冇呀。但印地古咗時有咩學堂咧？我係記另外一間，而家是華人年代唔是印地嚟。哦。
但我唔知 Indie 到位，你講咧我個仔講是啊，應該是捷徑啊，但係古仔唔是 Indie，古仔是咩物件啊？布魯，是講點解是布魯？你是布魯印啲。誒，大媽住講冇自己，未講咩物件是住九三字啊？無，我會記，伊古早時，你是佢古早時，捌講過一個故事，你參加你朋友去大陸為蝦米路嘅時，你同學會看到物件嘅時候，你冇講過故事喎？哇，啊，對，有是有啊，但係我未記。呢句有劍虎就唔制啊！我唔知咧，我覺得講成物件啊，真係有見嘅就即係 common sense 啊。劍虎咧可伊嘅基地是切表呢。哦，對，啱我啦，7年啊，這個7年。幾百年前嘅時候，一別記啊，咱特別叫一句鳥劍虎呢，咱個隻小劍虎。對，即係劍虎龜去龜鳥去了呢個，龜去龜鳥了，即係劍虎。龜鳥劍虎 ，OK， 誒，呢個有我被個被個即係新招個，嗰隻新招人無好事，身軀無好事，特別是 audio 呢啦，是人嘅大人，歡迎大人。Hello，大家好。誒，你人無事啊？我 actually 是參淡薄 allergy and also flu 啦，不過我感覺是 allergy 嘅啦。哦，是。因為你頭晚一點鐘半我食 antihistamine 嘅，所以你等陣要驚啦。哦，你流鼻啫？流白腰咯，流白就會靠牙帶咯，然後佢淡薄流鼻咯 ，post nasal drip 啦。介紹我。แล้วบรรลุจุดเป็นได้จากฮามิยา flu 啊 influenza 誒，唔知啷個 flu 甲我嘅 flu 嘅 strain 像哦，到底我後日拍 flu shot 特別唔知會驚，到底下病未必白行嘅，我驚哦。應該比較本來特別應該是啊，講是要注意講 make sure 唔是 influenza A 啦。誒，等陣，問講 influenza 成項梅魯啫，成你頭你唔捌來過嗬？你頭一擺來啊？我唔捌來錄音過啦。哦，特別你再吹到邊啲學嘅呢？吹到是古早我一個朋友嚟去聽邊啲學嘅呢，即係前年前嘅啦，然後 after that 伊有介紹我聽。介紹我聽了就是話有去 attend 你邊啲白嘅10年嘅 time。哦，所以10年前嘅時哦，對，所以我 attend 到邊啲白到學邊位咯。嚇，你跟佢講起啊？แล้ว冇啦，我教我嘅 friends 攞去แล้ว on and off 有聽，แล้ว stop 冇聽去，แล้วตอนนั้น是 MCO 是 actually 是有聽，但係冇錄音啦 until now ก็有聽啦。哦，I see，OK，所以佢估本來面10年前嘅事，阿達你超咗未？你拍緊冇係氣超？超夾帶。我愛講一想開種。我馬路冇係咪 sure 有幾難到出邊啦？但係聽到幾難嚟聲啦，我講，我跟你講，我在路地，阿龍南西，แล้ว有九沙字，แล้วก็ตัดแล้วทำอะไรกินหูเนี่ยแล้วชื่อเรื่องจะกิน即係佢有กินหูแล้วก็อุดเด็กโกเดี๋ยวเด็กโกสิว่า驚แล้วตอนที่ clubhouse 下邊ก็有別西講同埋就係嚟別西講แล้ว下邊 clubhouse 是調喺南西嘅九沙字 OK 大家hello แล้วไอ้ลอง那是現調嘅人啦嚇落樣人都維護啦現調特別 anyway 本維護嘅啦嚇ลองทันดู這個大人到底落這個人citadines sorry citadines ทันดู嚇還沒有九三字邊啊！誒，你聽到九三字到底邊啊朋友？你數位是個大邊啊？我冇聽到伊邊啊！對我冇聽。你人聽到？我人聽到了就好。等陣 I think 是 why maybe 是 why is clubhouse setting
伊個即個叫咩 spatial audio 電腦，啊，無就是伊個嘢賣歹嘢。不，唔是 spatial，當舊人解冇啊，講就講出聲就係九十字。Hello testing。哎呀，個有啊。I think 我特別 room 特別出去啊，個接來特啲解冇啊。anyway，我出去就 OK 哦。我特啲我魚啊，邊啊魚啊，我直下就我係幾個數時，直掉做我掉啫。我跌都就冇來，就下面條路嘛。我就冇講過個數啦。我跌都冇來過。我當出啦，當坐我起來啊！哎呀，即成個我成個講幾個數啦。我看我起來，當我出啦，OK， 咁時候走啊，我冇特啲 clubhouse， 我 leave 啫，我 leave clubhouse， แล้วก็特登去 join， 看咪去。喂，起來啊！呢個近家己起來嘛。OK， 當佢會啊，我仔路我都自己聽。冇啦，仔路。Why Clubhouse because maybe update 是呢 app 而開到啲 spatial audio， 你在 Clubhouse spatial 啊。等陣我 CD 掉開。我卡哨嗬，你決定佢接冷落音嘅時候，我卡哨，我咪拍病咯嚇。我覺得當劍佢少卡哨，佢入佢。anyway， 咱嘅大人反應，大人咧是好個就係教我講大人咧，明年我看名呢。你知大人，你會聽我嘅 version of 你名？我就係未講俾特別你細講名。伊呢，我是頭是伊based on 伊嘅名啦。伊嘅等陣我你看到伊嘅 Clubhouse，I mean 是 Zoom 人嘛，就係伊嘅名，咯伊嘅阿冇名。我頭幾大難嘅，然後是，然後伊個有個一個咩個大難。哦，冇打令，阿咪打人啦，係啦打人。你是阿摩車是等車？我是阿摩西啦，阿摩西啦，別怪你叫啦，我你打人，這叫打人呢嚇？哦 ，OK。我係朋友點解要教我講？因為一個你鄧蘭字，這是你鄧蘭名，這是唔是鄧蘭話換硬麼嘅？打人另外一個意思，打，就一隻字意思，打一隻打一隻轉呢嚇。嚇，你講一個做我係有寫啦，特別我比較愛做。特別係咧，我是叫其實講細囡仔，咱個細漢你個大人，個劍虎，個龜鳥劍虎，個小劍虎。對。所以伊人到時會拄到即個大人咯，第個未來嘅先我嘅失望。你上邊個唔來？你講講別使特別嚟。按照你先嚟寫成本，你係成本派啊？聽無。你換你買啫？聽無喎，成日當然係實 Zoom 未用，係點 ？Zoom 未用係實。GG 大人。我成。你先 OK？一清。OK。我係聽未到啊。當今佢會啊，特別成個唔是你嘅 headset 咪咧，你掃啫，你掃你 headset 咪啫。乜嚟啊？掃伊個咪，個會變表。當晚我會 start 希望啲講條係懂啫。然後懂者這字什麼字？一般字阿龍我個真真暑假嗬，你會使成個吹，人講卡成個人較研究，人學緊話啫啦，較學個隻人係學緊嘅字啊，成個出鼻嘅，你使夾起來放互人看，講這聲聲，再使出鼻上講懂這字啊，因為有你真濟人 miss， 你already已經講過，已經做過啊嘛龍。成個講，你有人成個有拍鄧人字嘅讀 Mandarin 嘅人，有當時會用成講這個字是安尼，特別其實福建寫法甲人鄧人 Mandarin 嘅寫法是無相似嘅。你 Instagram 做過啊？我考慮過。
OK，下面態度會開口不講。要緊啦，咱這特別請來特別嘉賓嘛，特別可以考慮啫。你覺得你自己 suggest 自己有你教，我自己有隻 idea，我請一個即係教福建嘅人，起來同人講你，你是讓人哋翻到好，嚇，因為你翻個 idea 就好咯。你是講你特別嘉賓呀？冇嘛，樣就冇啊嘛，但我見菠蘿酥樣嘅啫，佢俾講解釋講我忘記咗幾年前已經做了嘅嚇，屌，我依度啲 Kansas City 嘅，我實嘅韓國，屌，冇忘記你冇特別聽啊，冇，你明去 studio，你明嚟揾我會嘅，你喺厝裏面做仔了嘅，是啦，咱是跳過啦，哦，咱是嚇冇跳過，咱是當然 actually 嚇，咱這幾年，咱做20年嘅時候，咱變做咱只識。佢嗱肯成個，我感覺到咱喺邊咧學，其實個來隻車嘅迄個，我真只90%我已經拄過嘅。特別呢，咱減嘅是減迄個，特別只人點有聽，特別唔敢來本啊！我知我聽只去 at least 湊10間，唔係我買啦，歹勢，我唔捌人買去迄個，我唔捌我唔知。特別好，我當時特別一項啦，未講嘅就是，邊咧學見只 start 時嗬，20年前。差唔多21年咯，20年前嘅時，2000年 start 嘅時，本時已經是 already 有 share like and subscribe 冇 subscribe 呢，有啊 subscribe 是 subscribe podcast，咱 share 下是只濟人成個，咱特人聽到嘅人啊，除了阿龍啦，I think 其他人是有別人介紹嘅，那是無。即係較濟人啦，就是別人介紹。阿龍都是自己吹掉，是別人介紹，是 online。我就講你講幾大把啦，我是 online 嘅嚇，所以 online 是都是我介紹啦。誒，我俾佢人講唔是 online 唔是你介紹本嘅 online 是話迄個年代，咱人 Mac 紅音開始有佢哋 podcast 嘛。แล้ว我就幫 keyword 咯，啲你喂 Mac 裏邊啲吹 keyword 都，我吹邊咧我都吹到嘅。哦，冇，我是講介紹，就是講邊咧學件是我介紹你，到啲 through online 是介紹你去入面。對。啲 online 裏面講，你會開一裏邊嘅學嘅 podcast，對，誒，我就對佢吹，我嘅鬧你咯啊，係啦，得鬧事，只講擴散呢個空心，你我嘅鬧你啊，你得鬧事咯，今年學見公公，公公啊，咁你巴魯而家是只少年啦。嚇，梗係好靚，一時個少年喎 ，skin care， Korean skin care，對嚇，誒，你用 Korean skin care 啊，攞到韓國，我好用嘅，但是呢邊咧我冇明件嘢啦，別怪啦，請都叫做明星，咱就咪講，即你快講 hippy 嘛，所以咱就咪請到冇只正明星嚟喎，有冇唔使講做事都行講 hippy 嘛 ，hippy 是應該。能做明星嘛？能 keep 啊！嗰隻係講隻話題嘛？應該去 audition 呢邊做歐巴。咩 audition？我冇 audition 嘅，我就車啊！我 call 嚟嘅。哇 ！Sorry。誒，等陣有個都阿德是人介紹咧，也是呢個佢除掉嘅。黏白自己除掉。哦，哇 ！OK， 阿迪哥咧？自己吹掉誒。哦，你我在這裡貴鳥劍虎是朋友介紹，誒，是朋友介紹，應該朋友介紹嘅，because 嗰時是我係 community 講先啊嘛，so 你 community？你個 community 啊？哦，我想都下面人代入人個 community 嘅喎。community。哦。冇啦 ，because 嗰時 internet still 冇咪真係冇想當 keep 咩快個嘛，so 冇 connection 冇呢 spread out 個，so 我是 from words of 我 friend 介紹嘅，我 friend 有聽，so friend 介紹對了聽，聽佢好笑呢，OK 啦，嚟聽，所以是朋友介紹，所以咱已經定到是已經是有朋友介紹，所以特別好，我感覺到啊，咱個只減什麼，咱減啊。過嚟人去推殺邊啲福建嘅 podcast 就，但係咱做咗20年後，咱會聽邊啲福建人是真濟 over 20年裏面聽得濟 ，currently 當然聽到可能冇得濟，特別嗰真濟人20年後，嗰唔知邊啲福建係咩個，所以人即係直接咧20年後咧，就是加有聽嘅人。應該去 share 互人聽到啲 Facebook 啊，是到啲YouTube 啊。尤其是 YouTube，特別去 share 人聽啫。嗱，即
我啲都嚟啊，雙浪死字啊，嗱打咁樣出咧，呢隻出聲啦，我就嗱打啫啊，歡迎你。亞都係嗱打唔是我哋都。Hello，誒，Nice family，good evening，一般嚟嚟啊，一般嚟嚟，咱係錄音，特別就當當然聽起已經是攰嘢啦嚇，錄音已經是錄起咗啦。然後我計做 plan 咗咯，我計 excited 呢。然後那是當現場人聽到人咧，然後我計幾禮拜咧就收到呢段啦，即係錄音嘅段。你真係能夠啦，錄音嚇，實在是51嘅人嚇，然後計錄音。有來錄音，即係51是52嚟，我未記啊。準人拍算嘅所在，所以所在可以接。等陣個有最不介紹有個人介紹嘅啦。932講未啊？到啲 clubhouse 入面有932咯。932中到對。有一個 H&On 嘅嚇，嗰隻咩 H&On 啊？對 ，H&On 真係冇出聲 ，H&On 嚇，後內 on 真係冇出聲，後內。你講都未聽。後內死對唔夾出聲。後內啊，喂，咱叫一個後內喂。I think maybe 是特別我 email 嚇 ，OK， 咱 keep 咧學見到咁幫 AIC 嚇，咱看一個有一個嚇，咱看即係當然今日節啦，今日節錄音，咱個存30幾個特別已經 actually 是已經過去嘅咱看正 newsletter 嚇，你去正帶正 newsletter 嘅時候，咱會去 sign up 即個 newsletter，sign up newsletter 裡面咧時我人有蝦米物件消息是要甲你講嘅時，我會直頭 directly 通知你。我怎麼是要人講呢？因為我唔未記啊，但係時我被講，什麼事我怎麼是我未記啊？因為我怎麼是要甲人講 newsletter 嚇。because 你講我人無介紹，係介紹互人嘅字嘛。嚇，對，你即是講，咁人就會去介紹啦，讓 share 者，然後你讓安尼濟人嚇，讓聽到我家己嘅 stats， 我是冇講對隻字，特別我家己 stats 我聽 active 啦，有正 download 有聽有 participate 人是差唔多2000人啊 ，YouTube 啦 ，Spotify 啦。即係 Apple Podcast 嘅了，但係 episode 差唔多有拍啲有500人、800人到2000啦，依邊冇講人頭一禮拜聽，特別 over the time 你是有差唔多2000人，但是講2000人佢去 share 幾多人啊？人嘅即對起就係啊，人嘅 subscribe YouTube 介紹人去 YouTube， 你知咩事呢 ？YouTube 亂 free 嘛，特別我個攤類。I mean 彈隻招特別有彈嘅咁本啊，所以攞嚟使去 YouTube 會看廣告咧，時我就彈對咯。所以讓直接10人嘅點先啊，佢有一個獎。嚇，by the time 邊咧學緊彈10人嘅事啊，獎已經起8,000、9,000啊，一million咧，定。等陣我俾看看 YouTube， 嗱有幾人 ？I mean YouTube 有幾個 subscriber？2.76K 咧，積壓啊！我哋，等咱快起哦，我唔是咱講就係起，所以到時個12個計起，然後咱這 episode 未辦過。是 micro KOL 我是 LOL 咯，就是 micro LOL little 即係叫咩啊？KOL 是叫咩？Key opinion leader 係啊。我是 little opinion leaders，OK LOL 誒。真濟人呢邊咧學見聽了在 YouTube 會冇 subscribe。嚇，對，這本是對，我家己本是有人看的哦。你到啲 YouTube 聽下，你冇 subscribe 對。那是講你有 YouTube subscribe 一個 comment 咧，伊個 YouTube 會實號即係較濟人看到。所以人那是講要支持片，一定會讓教大話 OK。發到呢就 start 是新的 show， 新的 show 時，當 start 就新的 show 時咧，我就會介紹叫啊、歡呼啊，介紹 YouTube 看到人會記得 subscribe，然後會記 comment。你若是聽他們嘅好笑 comment，你想講人第一個 comment 人就是 girly 就搞 comment 順便
順便 click my notification bell 啊。哈哈哈，個第一就正。即係你想想 every time end of the 即係 topic 嘅時，你咪是有做嘅，有冇？應該有嘛？有，你特別我感覺到這人冇看教會。I will show you in a second what that is all about. 哎呦，蜘蛛啦， Just John for information. 蜘蛛講話。阿 John 阿寶都頭整嘅事講 subscribe 啦，阿寶對，就是對，我頭都頭整講啦，頭整講較好，頭妹都特別當見人看掉人係，但係我 YouTube 幾人，當20人，有隻唔是講係 YouTube 啦，定是隔了啦，尋埋起來 YouTube 尋 Facebook 啦，有50，有20嘅人看，特別係，當即看到有 subscribe 喎。當我看key 啊，當我去咧 analytics 看，maybe 個 live count 係 key，就定當我未 T-shirt 啊，變嚟學緊20照你紀念是未斷啊，那嗰度自己推銷，自己都知我特登之嚟做邊啲學緊時就要推銷呢，嗬，就是成個我自己去賣10本就啲咧，我10萬蚊嚟看都制哦。特別我個時間，我個隻時間，你浪，浪是，我先係到時間時間賣10本咧，當係一陣嚟浪邊嚟學緊。你係 customer 咪是俾娃娃咯？俾話係俾10本款你嘛，係我先喊你死。嗱你唔係俾10本款你嘛，但對，等陣嗱，俾話嘛是咩？哎呦！你講我聽集到好本潮嘅嗰陣，我自你 play 掉一節話佢講我先行啊，我就夾俾10本款咯，但係自龍我唔係俾10本款我，誒，諗曬，你誒 echo 啊開啊冚嘅啫。因為我嗰條就 echo， 我在你即係網絡假設佢開冚啫。我，你在你網絡假設我在依款嘅時候咧，一接幾啊嘛都唔使。一接幾啫，大頭接幾。誒，等我俾看人嘅analytics，OK studio 嘅看人嘅即係 analytics 看人嘅 subscriber count 係 key 哦 ，OK 4764人。OK， 佢係 key 從這邊嘅，啷搞得到一件4764人，了人哦，人4來靠 OK， 人呢，但是講人未 subscribe 嘅人咧，人未 subscribe 嘅人咧，特別，你係得嘢啊，人啊未 subscribe 嘅人咧，人就係去subscribe，你看人唔 subscribe 佢 ，maybe 人唔 subscribe 佢，特別聽下這年啊嘛，誒，夾住你。夾住，就是咧嚟講佢就夾住你，咁啊2764等於夾住你2763係啊，冇贏啦，一幫。OK，嗱名就是你看下啦，免逼啊啦，即係變咗學嘅名就是咧。OK，嚟接我話第一首歌冇講啊，冇接話第一首係咁嘅。係咯，嚇？我頭先邊哪裡條塔機哦？得喂，塔啥意思？啷講塔啥意思？唔是我諗嗰啲朋經嚟邊個？就是塔啥意思？哦，阿 John。哦 ，sorry，Clubhouse 冇聲氣。哦，room 上冇咩好事啊，就即係 Clubhouse 接鬼。Anyway，你諗條塔，想條塔走。你諗條塔，我諗冇出去過啊。我亂看到亂自己冇出嚟。特別我人看到你出，你看到我出，我就講 Clubhouse 接鬼啊，免插伊。當佢人去到等去人嚟即話題啊，阿龍最近咧做明星，阿龍都成日好看。未講係講明星嚟。冇啦，伊演戲。有 postcard。哇，我看者哦。我看者，甲我講者，哇 ，poster。你到底咧抄包還是你啊？你係咩字？我寫字啊！畫豬嘅，我想話即抄包寫字啊！成個 avatar 呢？你我的 bender 呢？好聊。我們這就是已經成成啦。啦，特人是有變嘅，我冇變嘅，你看個激閃嘅。誒，你介紹你用你嘅即個感覺誒，即個 face care、skin care 是你變上記啦。阿龍買下去，買下照顧，報紙嚟看者，我們沒有物件。伊個你特別甲我講，伊個咧顏色嘅韓國字啥物鬼，我不要看。你讀者有韓國嚇。大長今。빛나는 봄, 여름, 가을. 哦，不是봄字先係봄啊？唔是。봄, 여름, 가을, 가을, 겨울. Spring,
summer, autumn, 哦 winter, that shining, spring, summer, autumn, ，winter， winter. 哦，啊，我 No 嘅 no 前 wonder 你面，familiar。我嘅前面 Nah, 咧，哇！了，阿龍就你人這裡份本講 hippie 嘛，所以我未再諗 before 阿龍講嘅時，我會每人別人，你人別人係，那我感覺到成個講你人嘅，就參加 hippie 過，細型啊大型本唔要緊，阿達咪， Yep，我白。別人嘅，哇，我哋都本白啦，我哋都做，你都是唔是 Anna 的經啊？冇啦，Anna 係我哋都啊。伊是 Anna the 做 spider. 伊是做啊你。我做我 white association 嚟，你到 white association 嚟。OK。每樣做 short video for I think 被 promote safe sex 嘅啊。Oh, Lucy, the safe or the dangerous one? Lucy, What do you think? the good side or the bad side? 人都我哋學地度了啊，要點呢？我哋都讀死人。誒，所以係是不一樣嘅 NGO 的，但有的係這裡有 funding 做這裡 run 這裡 campaign， so 我唔是 the lead 啦，but just help 樣แล้ว有多來賓嘅我咯。哦，แล้วรู้สิรู้คิดว่าสิอี production crew ตัว這樣。冇啦，謝謝你啊，但幾那看你嘛，怪謝你整嘅，唔知 DVD 唔知找得到落去啊。哇，個 DVD 但是 DVD 嘅，出 DVD 嘅，我唔知找得到落去啊。แล้ว等陣แล้วก็แต่ว่าอัตรู้อันจะ影響อันจะ去 video 過。我somehow 捌到一個，伊做這種 production 會講嘅，然後暫時是，แล้วsuddenly 伊講起我都 planning 我都啲做像講有一個 project 愛做 historical 嘅documentary based on Penang 嘅，然後伊講伊愛找成講迄種拍功夫人 volunteer calefare 你看啊。哦 ，OK，嚇，แล้ว因為講我 interested，แล้ว我講 OK 會啊。嚇，แล้ว看到我淡薄一陣呀，特別看到面係咩嘢，แล้ว如果看到我是 in the crowd，你看隻嚟。哦，幾年前是。特別，哇，這裡啊，10幾年前咯，應該到 YouTube 可以除掉個係 documentary。哇，咁樣除啦，好揾看啫。誒，等 key 到對啊，人1964到對。嗰有南西咧，南西呢度係 hippie 只隻嘛。我只隻。特別我因為我自己我做廣告嘛，所以of course有陣時愛咖啡無夠咩，我咪放一期咯，แล้ว poster แล้ว冇做咯 brochure แล้ว冇做咯。特別你我是咪講你 production set？㗎了 production 我都是廣告嘅 set。廣告嘅 set 咯，我有我就我係超啦，我係超啦，我係白隻啦，有陣時想下面看，但我看唔到。特別你開始是做，你是做這類嘛？你是 crew 係嘛？你是 crew，特別伊幫我接期本嚟。有陣時我冇講啦，攞一期啦，你看我本會做嘅，所以有陣時了嘛是 poster 咯，有陣時是 brochures billboard 本有嘅，了手有陣時干那翕手呢，有本有做過，意思講用我手呢，我做過一個 hand model 咯，hand model 本做過，了白隻嘅啦，我不做路人甲乙丙丁嘅啦，我做過啦。路人上面嘅內人，嘅內人咧，有時是愛我去 casting 一個是，佢哋古惑仔啊，古惑仔咧，其實古嘅古惑仔是，因唔是一出是馬來西亞做嘅嘛，แล้ว馬來西亞做嘢嘛是講愛做，樣愛隨歸哪 can 是做一件舒淇嘅，舒淇什麼？
舒淇啊，舒淇啊，喺大波啊 ，actress 跟舒淇啊，伊愛隨講本來看想做嘢姊妹看嘢朋友啊，你看嘛，啲片啊，你看啊，แล้ว有叫我去 cast 咪㗎啦，特別 end up 冇去 cast 啦，我冇去 cast 啲咩㗎？舒淇是馬來西亞嘅明星啊？冇啦，伊是Hong Kong 嘅 actress 嚟啦，伊是台灣嚟。台灣人，特別到香港做戲。我 feel 到好笑是，我會被 match 到上面嘅是，都唔使數字嘅是 straight 嘅大波咧，嗬，唔係伊是冇咩有可能本嘅 by right，冇咩有可能本嘅，because 是伊嘅 icon 嚟嗬，啊，舒淇是嘅 icon 啊 ，exactly 對 ，and then 嘅咧嗬，唔係伊本是真奇怪嘅數嚟，然後伊嚟做嘅 BL movie 有幾多出 ，BL 係咩啊？未記啊 ，Boy Love。Boy Love 啊，真正出名嘅嘢嚟就，所以點樣講啊？無關是 straight 大波是嘅大波咧，唔係伊是quite奇怪嘅。哦，我唔知 ，because 伊有一出是美少年嘛。哦，美少年，美少年佢哋真正愛講呢啲嘢就，伊就是嚟。我唔講嘅特別，我冇聽過特別。愛講，because 是 Daniel Wu 做嘅嘛。Daniel Wu 是 Daniel Wu 是 American 嚟嘛。吳彥祖啊 ，American agent 嚟。我 Google search。แล้ว舒淇你是台灣人嚟，特別喺香港做戲quite濟。哦，我知伊嘛是，伊是唔是？伊拍功夫嘅做什麼工嘅啊？舒淇就咁第一線喺處理孫悟空啲嘢做。要教Steven Chow做回日本嘅舒淇，真係好難看啫，只看。伊是quite legendary 嘅一個人嚇，即係我都講 Daniel Wu 就。誒咁樣病去喎。你 ABC 做咯，特別人係變得水。啊！特別伊較老，冇上面，伊較老，是攞目睭冚掉，目睭冚掉是我咪成年到。誒 ，OK，so 講到對攞翕攞那是無，即係唔捌啊，即係姑娘劍虎唔捌啊。audition 算有。西本有經驗過本咯，audition 做咩？我 feel 到伊是會做戲嘅面嚟就，是啊，伊看啊，伊 expression。我就是我嘅面就是老條人叫我去 audition， 結果無趁到。做咩水？平時有一擺是用要翕講嗰個李宗偉啊，the making of 李宗偉。哦，李宗偉是拍面燈嘅嚇。對。太出名嚟，喺你 movie。迄出戲叫做李宗偉，你知？迄出戲都是叫做李宗偉。有如果我有樣要找 in particular 是會打球、會打羽球的人。喂，等陣講嘅話，因為找會曉拍面燈啊，拍白面燈嘅人啦，愛有淡薄，愛有伊講。愛有射，出了拍真水，嚇。哦 ，OK， 有啲 footwork 嘅了會曉，樣面個教 from scratch 啊。OK，而意思就要吹拍做李宗偉嘅角色，還是會是做伊朋友，還是別人上面？That part I'm not sure because 所以是跟他講會吹人了拍面燈人李宗偉迄個人已經定落來了誒。哦，呢個卡色。伊面嘅上面呢？對。伊人就經都好，就是伊邊嘅上面。不要做戲，伊不要做戲，特別是伊邊就係你講上面嘅人特別不要做戲。哦 ，OK。啦，見啦，我也是在上面，在上面。OK。等小劍虎啊，背劍虎啊，劍棍有劍虎。然後伊叫我 until 就去 second audition 了咯 ，first audition pass 啦 ，second audition。你 audition 係咩？拍球呢？不 ，first audition 是有人看你會曉 acting 無 ，like at least 有 basic acting skills。哦，安怎啦 acting skills 係咩？好，我嚟講。scenario，伊可能就 scenario，like I give you scenario 了，伊叫你 act the scenario 咯，了 of course 會教你，伊會叫 one of the interviewers 來教你 interact 咯。OK，แล้วเขาได้ pass 啦แล้ว after that 就是有人叫你去拍球，伊看你會拍球，有人是水無水哦，特別我無條件嘅啦 ，because 有人 maybe 我拍球個無呢水嘛，我射無呢水。你射無啦，伊人吹着上面甲伊嘅樹啦，迄叫真誒，係囡仔甲伊真誒。無啦，伊個 game 是假死嘅，你好，即唔是假死。
maybe he just maybe 叫人做 maybe lose part of 你中位嘅 potential gas 啊。I'm 你 not 後尾 sure. 除 I'm 掉 really 你 not sure. 上邊啊。OK OK。I really do not know because 佢個 setting 特別按照你去呢？你自己看到人廣告啊，是你朋友照你係咪？冇我朋友是 just 嚟講 because 我到 Australia 讀冊 so Australia visa 4 all the way 對嚟嘛。所以學時我冇除咗講過，所以我 parents 講，咪所以 just give your luck， who knows？ 哇！你 parents 佢講你去做戲嘅喎，你看。Because it's better，佢講 better than looking done while you are looking for a job in Penang 嘅時，講 just do 這條冇物做，咁去報啫。你先都會拍球，然後你會拍球 ，OK OK。你講先 they are looking for badminton 會拍嘅嘛，所以你咪去了咯，所以咪，你要 try a bit deep first，然後過的 first interview 有陣時有互你希望，有互你好話講maybe this is my career path in the future，結果冇啦，第二浪又冇啊。你冇一道，你先一道都冇嘅，都冇去你嘅。冇啦 ，because after that 我除咗講嘛，so after that 冇去上節，but I do enjoy acting 啦。Oh, I kind enjoy the first act. That's why I was very smooth. 真順啊！喺 first interview 你自己笑啊！I think is a way to express yourself. 你有做過啥 experience acting 到 school drama 或是咩 school theatre 咁樣 ？Not school drama, but 係成個 because my parents 感覺講我細漢嘅時真係 hyperactive。所以我考我力量嘛，所以人 send 我去喺acting 嘅 camp。你去咧去阿龍嘅 camp 啊？เป็นนักแปะอ่ะ 一不做人的細漢，做人的細漢。can't remember 就係成個就細漢啊。So I did enjoy the acting。嗰時我會記講，我去 join the camp 時，我驚個錯曬，嗰陣時冇事。你 rehearse in front of the friends。你是驚是拍戲是啊？冇想嘅，冇 I don't know this is the stage fright. It's completely 冇想嘅 feeling 嚟嘅。你 rehearse 嘅時候 in front of the friends 嘅時候，你會真係 very 真係 on 咩，真係好你 on 咩。But then after that when you on stage 然後你去 on stage 嘅時候，哇，真鳥你講話未出來，冇聲。所以 teacher 講啊，喂，你後底冇聲，聽未到你講咩？After that 就冇啊。你被 project 你就被 project 你先，然後你想拍攝，講嘅時候試啦是。I'm not sure. I think it's the stage fright. stage fright 咪是就 train 出來，頭一擺你 expect 你嘢咩，就被 train 出來，本來就係。But that was my first time 啊。Then after that 就冇啊。咁啊，你只擺 camp 呢？你只擺 acting camp 呢？得，但係你叫我係另外不看過你嘅。我捌看過伊個。你看過 the documentary？ 我捌看過，即係到底 History Channel 嘛？特別你是到這裡角色，你是這裡到這線，你是這裡啊？這線啊，幾耐啊？學炸彈炸啊！炸彈炸嘅時，我出現喺啲線。炸彈炸是幾多類啊？嚇！因為整個幾耐線啊，即係人車啊，到嚟時我未記啊，我冇去記起來。咱 zoom in 你看 zoom in 下炸彈炸好正。等看。這啊，我淨 obvious， 我穿條長冷衫。穿咗長冷衫。暗嘅長冷衫。燈色嘅啦。係啊，係燈色嘅。成阿咩？Clement 都係 junior， 一來過了誒。伊朋友咪講啲看網嗰陣。yes，對。咁樣講就好酷。嗰隻叫啊，你後生呀，伊個仔是。特人唔走佢就後生啦。就係等到時間留短嘅時候，人記啊，別有佢去拖佢面陪，可能對去韓國佚佗咯，去韓國最好。我嗌唔到我留時候俾佢拖陪，跟住我俾看。我就先啊，我出現咯，應該是佢起個，但係伊就bomb落嚟，呢，伊先bomb落嚟。bomb 落嚟時，我唔知幾時 bomb。差不多。應該差不多一嚿咧，around here。如果使背幾多背掉，差不多一嚿咧。哎呀，咱看吹掉得哦。差不多嚟咯，正啊，冇咁嚟啊！每個
嗰一個先個，嗰嗰一個先個，嗱，這波唔是佢哪裡先？ OK，唔是，嗰隻啊，誒，啲 footage 咁樣係協調嘅嚇，係你點先啊？哦，你是唔知樣係你啊？都是 What you mean？ news 是。你喺你點先啊？這裡你是講，這裡哦，唔知樣，有你是唔知得除掉嘅，有你是footage 樣好靚。對啊，這裡講這 footage 啊。拍戰你點先？應該是有啲人在講啊，it will become a history，所以這是 news 係啦，誒冇啊喎，你有冇喎？八度了，哦八度啊，八度，哇！這等陣我看看八度有零哦。應該是 around here 嘅先嚟，但係是係你多。這下八度，來個八度，來這係真啊！誒冇，這是真啊 footage，這是的 old footage，是真啊 footage。等看。我係講有一個先啊，我出現掉，佢看看呢。真係，แล้ว等看你去翕嘅時，到底 set 時有I mean interesting 啊 to be 嘅經驗呢？我哋會記是哇好了哦，我哋會記是吼，我翕嘅位是到底啊你觀音亭啊，阿妹嘅位啊，有一條路，I think 叫做 Stewart Lane 啊。你試啊未？你有試嘅是，咪你做嘢先？我冇試嘅先，我是跟特別 after 一爆炸咧，跳落嚟呢。當然我看到嗰陣是試嘅。I think 過啦，John。啊 no，我 miss 掉 ，I think miss 掉了。I think 是到底頭這裡頭這裡啊。because 隻眼呢，我出現隻眼呢。但我炸時是炸，那是講炸掉時是另外一個 episode 嘛 ，previous episode。等我看看，這是 original。我 try，冇我看到對8 one 嘅，我 try 看。啊 ，OK，你 try。我到8 one 看。Then，你我第一件是，一炸掉幾條路 ，then 嗬，我諗我 whole day one day 到喺邊 ，whole day。嚇，到喺邊。這是 History Channel，是 Malaysia production History Channel 係咪？佢 actually 嗬，佢 actually 是佢 hit the documentary 了 ，I think。誒，是唔是這？你是唔是這？你這查某到底計落，是唔是你到底看？是唔是？誒，真係真係等看，應該是。because 我聽咗，走，那下棒，那些是路。這 I don't think 我玩得深啊。我呢陣時快大隻啊，總之。等佢 OK。等快見。then 你翕掉是這 production 是 local production 啊，特別這 History Channel 是 Malaysia History Channel。Malaysia 是 History Channel 冇啦 ，I don't think 是隨做 Malaysia History Channel，是一種 Asia 嚟啊 ，History Channel 啊 ，regional。So yeah。一 crew 這人哦，一 crew 幾難叫呢 ？Actually， 我最 impressed 就是嗬，伊成日講 cameraman，我會記攞三叫呢，那伊個 director 一個，然後 assistant maybe 攞三個咁樣。阿達，講，一個 production 有攞三個 cameraman 是真正大了。諗我想講四下是真正大了誒。因為 normally 是一個 cameraman 呢，冇可能攞晒你，有攞晒你，但係人搬攞一搬歸拿嚟點，一個點，因為錄翕嘅時是 under 一個點嚟，你有人攞晒嚟點，人翕無相嘅線嚟，人是無相嘅線，無相 angle same time，冇可能啲 camera production，安尼大 production 冇可能，你講是寫咗。一個有爆炸係咪㗎咧？嗬，你一個係 set up 櫃嚟，即係 set 㗎咧。所以 production 上我翕嘅，我個是 producer， 我個是director， 我個是一卡塔㗎了誒。塔㗎了。了時冇夠人時哦，翕掉時個走過去，後尾做 cameraman。因為伊攞晒 cameraman， 因為伊本攞晒嚟點，所以伊一個 scene， 一個 cameraman 翕，另外一點。另外隻 cameraman 翕，所以所以伊一禮拜翕了伊咯。我大行來啊！我大行就估無看到啦。我大行就正派錯嘢嘛，所以等佢一擺落去錄音咪點先係要做戲嘛，要 show。因為今日冇 show， 因為我哋 family fun day， 所以變個是 Apple 嘅 show。哦。
哇，咱嚟講 hippie 咯，談講你捌 hippie 過哦。有誒，耶！安尼我看着，我無我古早到大學誒時啊，我就是無類誒時候，我甲我朋友就是去找迄個比賽啊。比賽，你毋是講翕長誒啦，是上甲迄個短片誒款誒啦。OK。對啊，迄個短片了過後吼，有一搭就是你去找啥物？攏家己寫迄個戲誒，還是去攏家己參加，還是你去找迄人要參加人去做咧？做戲。我人是寫翕，甲了是攏家己誒 ，OK。家己誒，所以吼，就是我就是啱 resign 小死啊，無鐳啊，所以我安尼啱有一個比賽，知無？你是比賽啊？贏來講會趁鐳啊？對，你半暝知無？我看到你比賽啊！他們跳起來啊！他們我寫啊個 script 咯，寫就要過啊嗬，假一禮拜呢，我就甲我朋友講，不要我人愛翕了，寫伫巴巴里。係咪伫巴巴里放炮呀？唔知我這邊，你聽到放炮聲啫？對，我冚起來。特別我冇聽到喎，伊個你 noise cancellation 冚未？誒，阿達你講除掉啊，4個，特別伊是頭上8萬還是8萬，我把你個除掉。OK，咱暫時先看先，咱看隻阿達，這唔是阿達啊，這唔是真個隻像。你講幾多話？啲講幾多話？Yes，佢那裡流浪啊，一除啊，是講乜嘅話？我冇對的 director，because 我捌伊嘛，所以我一去 interview 佢那裡係你流浪啊。我本有對伊去看，啊你 interview 係咪？咱看個阿達哦，這是路來啦，這也是嗬。Yes，是咯，大媽都隻山咯，大媽係只看白到到學卡，咪是看嚟咯。對，after that 我 realize 是話了，你看到阿達嘅邊，我覺得誒是話嗬，然後 after that the next scene 係。Actually，我 realize 佢應該我出現只隻刀。嗱，我看到。嗱，阿達。對。我笑阿對。OK，這是路來啦，我睇到情我食嘅衫。嚟 early on in the scene documentary。對。咱嚟看伊表演啫。hippie。哇！諗就 a few seconds 就等我，這人車可能個炸彈嘅事，你個按拔到都托卡個，冇拔到都托卡啦。哦，你肯夾佢啊？嚟！即係，但晚咱看到嘅咯，拔即後尾嘅事，就講頭一查某有頭前查某拔到啊，你到啲後尾，你話無那山咧，就是路來。就是咯，我冇想到。哎呦 ，Clubhouse 嗰隻斷戲啊頂。OK，人家 Clubhouse 我自己斷戲嚇，人家 Clubhouse 我直接 kick 我出啦。要見？係咯。嗱，但係即係過嚟兩百打去 Zoom 嘅好。Anyway， 嗱，我走掉去。個有個嚟個自私門。嗱，即係條，對 ，running away。我行去了嗬，有啲人就講。OK，炸彈嚟啊！佢咪走啊！哦，你人講緊話，嗱，炸彈走啊！冇，人講阿毛。哦，人講 the 炸彈 is here。John Lu update 26 iOS。我嘅冇 update iOS 26。OK， 等陣嗰個就是hippie 過嘅人同埋你講即係報答行嘅機，特別我問阿龍，你知道做嘅hip production 是 hip 多久？我係直接呢，แล้ว你先上面你有 script 有 dialogue 有講話上面。我有講話，佢主持有講話啊！你先講你講福建話係唔係？我講福建話。你講是做乜事？你到底韓國嘅呢？你講是，最主要是韓國戲嚟嘅。係啦。因為我捌導演幾那電影嘅導演本嚟嘛，然後有幾那刀我有讀過本了嘅，然後這刀有一條
伊是槟榔人嚟，我應該有一陣吹起來，伊是做真濟獨立嘅電影嘅，所以做獨立嘅 independent 嘅 movies 真濟咗，所以伊捌得濟人嘅，所以因為因未曉講 Korean 嘅嘛，所以伊捌話咧捌話嘅了，都特登時講轉嚟過來這邊推這邊嘅導演有 production team 有物件要參詳嘛，所以伊是 business script 嚟嘅，所以來咧講曉咱人食飯啊，我忘記食飯哦。我哋就賭到對幾那真濟年前已經賭過了嘅，本是通過上一個人賭過了嘅韓國嘅導演。你講你未記我古早見過邊年？講是啊，對啊，你啦話幾那真濟年有7年8年，有7年8年誒。係咯，講過了過後咧，我就教話嘅面點格嘅了。After that 咧，嗬，迄個韓國嘅導演要畫出來就半嗰種。伊話出來就半，伊講我有物件要甲你講，講我當然咧有一個 production 嘅就，伊叫一個番，迄個咧伊毋是大戲嘅，真細戲，真正細呢。因為Korea yang上，因為Korea政府是真正 support entertainment 嘅咗，你所以真正韓國嘅名聲是靠，伊是 entertainment 嘅，所以有時 every layer 甲了有做一個物件，裏邊講有等裏邊你看到人跳 K-pop 嘅舞。你看到人做戲是未學人講，咁馬來西亞人嘛講講人講參加，未參加又冇正經嘅嘢，嗰啲未咗，有冇人嘅想法嘅啫。所以有等有佚佗啊啲物件 ，even 就係 community 啊，實講一個 district 嘅 government 啊，一個 district 一個區嘅一個黨嘅 government 啊，嗬，要家己 YB 嘛，樣本嚟政府嗰邊夾條路嘢咗，夾條路咧講咁人看人對一個金邦裏邊要做淡薄物件啊，翕一個 movie， 翕一個 production 咧，呢就是無相嘅 angle 啊，和全國嘅人覺得有機會去做啲物件嘅啫。參加翕戲，唔是翕戲 entertainment 物件實嘅。對，係了，總點先講，你會看到講，我係金邦出現啲電影裏邊啊，你會看到。都伊就叫做一個番，伊有一個番，但係就少呢，伊個番咧嗬，叫伊做一個。甲 death 有關係，甲死有關係嘅故事 ，death 咗，所以伊就想到講，甲 death 有關係，伊就俾佢想咯，一想到一個4 season 嘅故事出來，係啦，伊講我第一嗰日半啦過後，看我講話款，咁有淡薄表演嘅係白等嘅，你講嗬，有興趣。特別這個是韓國啦，是檳榔人，啊唔係韓國人檳榔人對處咧，係檳榔對處咧。這是通過你檳榔嘅朋友，特別你韓國嘅，我講韓國嘅本身先是白氣了咗，跟色氣了咗，色氣了咗，你通過你檳榔嘅，我冇計講是咩？伊叫你去做戲啊，然後伊導演伊嚟叫我一半啦，伊聽我嘅故事咗 ，because 樣就係做 background check 嘅嘛，你就講你是唔係啲人啊，所以我就講我嘅故事啦，你就講我講明嘅，我講你咁細個仔教我講佢物件啊，你攞嚟朋友，顧上嚟朋友啊，教我講我意思啊，到底我講佢聽咗，我講佢聽咗佢，inspire 伊個故事啦。我唔知是唔是 inspire 啦 ，because immediately 就 send 我 script 嗰陣，伊 script 教我講物件是唔是講上嗰陣，特別是會痛嘅，特別。意思就是講，你計講嘅時，你唔知講要做戲嘅，又唔知，特別已經。because 即係經驗是真正 interesting 嘛，你係即係經驗能夠講，已經有佢 script 咧就，所以that means 講可 before 我講故事可已經有 script 咧就，呢度是佢 script 咧就，即係你聽到佢後，if 你講可，應該是 autumn 咯，應該是 autumn 咯，哦，因為看到嚇了，即係都好嚇到你係即係格式啊。我講已經係我等我等你對處，我 send script 我錄了。你 script 已經寫是韓國嘅啦，伊是韓國嘅。script 係韓國咧，所以伊 script 是講咩物件就，伊是講有一個大波，伊啲厝裏邊，伊就看戲，係咧看戲咧，伊激閃咗，伊激閃咧，伊去啉酒，係咯，人哋做咩事咧？係咧後尾做 background narration 咧，有老官講伊有 cancer，係無辜特別死了嘅。係啦，伊 friend 就打電過嚟問伊，你嘅即你更安怎，嗰時安怎 ，so。我講唔要緊啊，你睇唔見談無到，冇事唔要緊啊，個人早晚會被死了嘅嚇。所以伊就走去火車去一個山巴，一個有路嘅所在，去邊去燒炭嗰種，去燒灰炭嗰種，燒炭啲車裏邊燒炭啦，伊要去掃咧炭咧，一車放啊，就是講車林邊，伊成 burn 啲 oxygen 嘅了到 suffocate 死啊。伊要自殺，咪咧就係坎坷咗就，伊個行業叫 realize 講啲車裏邊死是真係坎坷嘅事喎，就死嘅就對個頸都積壓住佢嗰就，所以死嘅就坎坷咗。
所以我怪這本啊，那邊你 character 咪做咗叫一做咗一工嘅啫。係咯，你踢你 state 嘅了，踢嘅了嗬，創出去個口，係咯，看到有水桶就都好有水桶嘅就係就係有水桶，即係安排好時間咧，有水桶咧，伊而家走去江邊去跣你水咧去破一車，所以係咯，因為一破咧佢後咧，你團嘅咧蝕起咧。一直看到日頭翕到伊邊嘅時啊，翕到迄個人嘅時啊，伊感覺到抓咗，伊感覺到講我個未死，我個挖掉咗就，原來 feel 到日頭死唔係啲硬嘅樹嚟嘅，死而且唔係啲硬嘅樹嚟嘅，所以意思嚟講樹春夏秋冬咧，嗬，咁咧是個小關係，然後有一個我順話講啦，有一個就好笑嘅就，你看咧好笑，但係你想起來咧，嗬，是真係愛樹嚟，伊是。一送貨，一直 delivery man，一直上嚟 food panda 呢種，一直你 grab it， 一直送去你 delivery 咗，一直送可能食物件，就嘛就係迄個人，伊講伊送物件，係咯，有一個朋友打電嚟講，你物件未送來過，我講我介紹要食迄個炸醬麵嚟咗，伊講，伊走去夾迄個貨啦，送去嘅時候，伊看到地址嘅嗬，唔是伊平時去嘅地址嘅咗，伊去嘅地址是迄個人嘅幫嚟咗，哎呀！所以調查講講是死咧人卡電話，order 打上面嗰度，馬仔伊後來伊個 realize 講 actually 伊個基本是死去了嘅。Oh, I can see that people. I can see that people because I'm also that person. 你看，你講緊你個數啊？伊講伊去到尾啊！伊同我調查講一句話就，actually 是好笑嘅，特別但是啲韓國人嘅立場想起來是真激心嘅事啊！就講原來我死了，I'm still a fucking delivery man。死咁樣就做人生做顧理做工啊嚇。delivery man 嘅 status 唔是真嘅，嗰啲韓國嘅。唔是真嘅，特別是睇命咯，憑可工啊。我哋都，你聲，你看 video 我聽得到。sorry， I thought 我琴日就係聲啊。sorry，冇講到聲。冇啊，我出等你答，即聲啦。sorry。Zoom 要 speech 嚟講人講話，呢度出嚟真係明嘅。因為你冚死先。sorry。我係告訴了了佢後啦，伊辦我都頂一禮拜辦起誒，伊辦起啦，我估計看，我去看我拍世界會死啦，所以說我一開個 screen 喺度嘅時，你看到你家己表演點先啊？我可以拍死人啦！誒，你但人往人睇看哦。YouTube 還是得咯，有睇看。冇。肯定是，你出現幾秒、3秒、5秒、5秒。誒，做幾個數字？佢哋學得是話嚟嘛？我依個誒，就是而家就 short film 啊，你3秒就了啊。3秒又唔是3秒就唔是，我阿啲有十幾分鐘應該是有啦，依個 short film 啦。特別依是 one of the four 1 of the 4 story 掉。貴你講數是話嚟嘅，秋天貴你講數是話嚟。誒，你咪先怪，嗰啲是一隻粗鼻嘅就，because 伊講我 since 你是外國人啦，啊無你就做到對一個外國人咯，咱家就冇來咯，就講伊卡電話嚟每個物件，咱話講佢每譬如講你 PR 出來背啊，你 citizenship 出來背啊，伊講叫你朋友唔會即句啲物件啊。係啦，你講係啦，你一直接到對上一個 flow 啦嘛，講出來都冇用啦，人就會死啊。有 Louis 嘅你朋友講是用客家話講嘅。一直頭講講，你就伊講嗬，你咧嗬，我個特別人冇，你直頭用你啲關係話講，特別你查淡薄 Korean，你講話是你講下你係格式咯，特別你講話是講 Korean 嘅咯，你講是 narration 係阿妹 background 嘅聲嚟嘅，就是講一啲邊嘅聲嚟，一 screen 嘅就是邊嘅聲，你先實講，宋先生最上問題，你講講，係啦，我對到伊講就講我春到古誒點先。係咧，咧，所以你有幾嗱句話是用古人講，特別你大部分是用客家話講嘅。對，我家己講話陣時啊，用客家話。啊，我罵人時候，我罵一句話，迄句話本是用古人嚟講本嘅。一句你 screen 你看啦，你就講啊，伊是一個外國人，一度啲古人咧。In a voice 嚇，in a voice 是福建話啦。我唔知 in the voice 啊，我會格己講話哦，就意思你就字啦，假。我奇奇怪怪嘅嘢，就講死啦！我唔知，我好嘅人死啦，佢落地格，我夠直牙咧，即係話冇講嗰度。哦，我唔是真正嘅
對白嚟咗，伊有迄個真係變態嘅 pattern 嘅物件出來咗。我看，伊叫我假咯，伊叫我假咯。伊講嗬，我講物件，我講就好笑嘅物件，我講嗬死咯，成個灣嘅好嘅人，死啦佢走落地㗎，唔好，佢冇打得佢冇打你啊！佢冇打。我其實是講一句啦，係咯，講嗬，冇解你啊，即係講物件咯。喲，兩隻條種你試過，即係是變態嘅人咧，我就是變態嘅人。所以我是試出嚟邊唯一一個是有subtitle嘅啫。哦，OK， subtitle 就是我嗰個 interesting 嘅嗬，個無上嘅 perspective。我看你 subtitle，所以變到是 maybe 是 independent movie history 裏邊咧啲 Korea 唯一一出是有一個講福建話一個應該是咯，應該是頭一個咯，應該是頭一個咯。所以特別是啲 Korea 嚟嘅特別阿得。แล้วรู้ว่าอะไร福建話係translation 先รู้ป่ะรู้ translate 可以啊？我可以嘅。我有在度做這樣嘢嘛，我可以了。啊，你一解然後一解個順了咯，一解個順講，你是唔是這個意思？我讀過是這個意思。就是講伊 cultural references 咁樣啦，勁哦，真係勁嘅。你 credit อันนี้看有類名咯，是用 translate。明啦，我話有機會做咩嘢都講數。你睇女啊，睇女啊，有女嘅有翻嘅嘛，有翻嘅嘛，有女嘅，但半年啦，冇講到地咧，就講百幾攞$100 US，啱嘅咯。哇 ，OK 啦，有咯，百幾嘛。我做邊啲學嘅你估都唔知我談百幾攞$100貴哦。我是用自己點上去翕嘅，就早起5點幾對一起嘅，就啲咧上班就一吹到一個線咗，冇人嘅。係咯，佢上班嘅時候就係咯，啲所啲翕個阿妹咯，我 on leave 咯直接，我當時我做咩事啊？我去做戲，做咩戲？你白得女仔啊！我覺得好笑嘅啦，因為佢直接一幫嘅咁成時有幾拿出嚟咗，我是幾多就出嚟，係咯，我是 feel 到啦，即係我是做了嗬，因為我一幫邏輯咗，頭先一幫嘅時我未去，因為是拜過嘛，係咯，拜六我就會去咯，係咯，伊講嗬，誒。有人講你做咗被拍咗，有一人講就咪嚟哦是啊咩啊？係咯，等陣，我是咩？係咯，你拜六我去拜六咯，拜六了佢後咧嗬，就好笑嘅，因為一去裏邊有幾大出去咧是有囡仔嘅啫，係咯，有一個安迪。有一個安迪啊，聊佢後邊嗰時我唔知我是住嘛，我自己裏邊自己有陣時冇人知是住嘛，我係其實夾不住出得咗，我是夾不住出嘅 full film 啦，就講試嚟，你講 blue film 啊？自己不住出 blue film 啊？你講就 blue film 嚟，แล้ว但是 blue film 就好啦，唔使這樣做嚇 ，OK， แล้ว你 real action side character。啊，冇人在位嘛？係你 production 就勤開啊，肯定講講。以前了佢又話出來啊，行路樓梯人噶啦，啲你 audience 會行路樓梯啦，人就在講是話啦就。哦，就是講用。而家就係 unique character。係啦，以前了佢啊，一講出來就會講啊，안녕하세요。哦，你有人講到佢就應哦。唔知 ，OK， 你安迪咧，一用postcard 咗，所以postcard 咧走過嚟講，你只寫落嚟自由啊！哎呦，寫落嚟自由嚇，我唔知啊，白單嗰時擼硬嘅話咧，哇！我白單啊 ，OK， 啊，我就記啦，你記我之後咧，我就寫一名，我都叫你名，寫名啦，寫 Hello，Thank you，我得尋名，我得寫住字就講白單我硬嘅時，我係記到嘅。แล้วกูจะเลยกินน้ำเพิ่งจออีกินน้ำมันจะจับไปอีกอย่างไหนจ้ะอีปูโจอีปุ่นสิอุโจปุ่นอีสิยังอีแต่พี่ยังเลยสิ more like documentary 嘅所以成個係就最誒我哋都會做嘅 production 啊 I think 是 more like documentary 嘅所以伊做到都見啦所以伊了佢又伊走過嚟講啊就是我 video 如誒做啲規條裏邊我看到我 video 都是做得好嘅伊講就我唔講片話我都唔係講片話而家是冇可能嘅，而家老實講一句老實話啦，我冇可能做到地好嘅一條，我是未必是 OK 啦，自然安尼款樣咯，我是表示係安尼款啦，因為伊唔是真係複雜嘅物件，特別伊有淡薄只係耐心嘅，就是我唔รู้，因為我坐啲車裏邊，我去看 video 就看 video，because 我啉酒嘛，然後啲車裏邊就，我看 video 咧笑就看一個 Korea 一個 comedy 咧笑就，笑個好就，笑個好，哇，更好喎！
看係咯，我同你講啊，我錄嘅時候，我接落嚟本時候，然後你抄落上邊做戲人嘅嘛，所以我感覺到機會。我看人戲咧，看人夾隻做戲啊，戲啊做戲啊，男仔同我講嘅超做戲啊時候。哦，等，超做戲。做咩事？我個電話嚟。呢個就係等你就教嘅，阿莊你記哦。一扮啤聲啦，扮開妹聲啦，嗰啲就教嘅你記哦。一扮輕笑聲，阿龍啊。I think 後邊一隻 detail 嘅人啊，伊去做呢種嘅物件了。有時伊做迄個開妹聲，真像嘅你記哦。伊扮啤聲，本真像嘅。扮啤聲。你就喺彈人哋見啤醬咯，人哋做啤聲。啤醬梗係像一句做㗎。แล้วอะไรมีกูล่ะมีก็แล้วเสียงจะเสียงน้ำใสรู้แต่มา講 about production 嘛是哦係你 production team 係咪嘛我除掉伊嘅係你 credit 之後啊 actually OK photographer 是唔是講 cameraman not really 啦 cameraman 是 cameraman 哦要 cinematographer 是攝影嘅冇相嘅cinematographer 我是冇看到，我是看到伊這邊。我係 DP 哦 ，director of photography。production camera，tapi camera，我是 camera 冇特別講是 DP， 我是 DP 是跟他做 DP 呢。tapi depend 看伊翕 film 還是翕 video， 因為翕 video 咧就較細啦。tapi 本是我是 film 咪，我是 sorry because film 咩就是大。我有一個 second hand 嘅物件，一包物件俾荷人，我幫你啲 app 裏面啲 Korea 一個。哦，你人講得咯。伊就嚟咧咋，我唔知。伊 call 啊，伊 call 講我未接你門。哦，可以佢俾可以。OK，聊。OK，แล้ว我同我講到嚟啊，我覺得 DP，有一個 DP，แล้ว有一個 DP 對 photography 咯 ，photographer 咯。我是 photographer 是翕小影，伊 set 嘅。翕小影嘅，for set 嘅。我啲 set 嘅特別是翕小影呀，成 still 嘅 photo。安尼我一個 director of photography 呢，我覺得。伊有 assistant 咯。有一個 assistant 是 second team 咯。安尼有三 engineer 個。production assistant 安尼款呢。伊無寫個了啦，伊寫幾哪裡啲 YouTube 呢？可能伊嘅 info 無夠濟個。伊嘅 information 無夠濟，伊無 complete，because crew 是真濟，無可能 crew 真少嘅。crew 是一你幾哪地少有10天都個拍開人咧，都無寫個拍開嘅。actually 嗱，我係講 because if hit 到 daytime 呢，伊 hit 到 daytime，and then 伊是伊 team 我係記成 I feel 講成幾哪個人嚟，我 memory 是，我 memory 是，我 exaggerate number of people。伊 spotlight 大啲有排，安裝無可能無排啦。tapi outdoor maybe 冇啦，伊就 outdoor 無好，伊有幾哪裡 maybe 有迄種嘅看啦，我本未可能 video 伊就免咯。reflector 個了，其他都有。reflector 唔是 lighting crew 嚟。了camera 都有 creep 無收落下嚟 track 位行，嗰時 handheld 嗰時安裝。無伊 handheld 嘅，了伊有 tripod 嘅迄種嘅。因為你先是爆炸了嘛，你先是爆炸了嘛。伊翕成個 real。Actually 我先OK 我找到了，所以頭嘅時我行落嘛，แล้ว後頭第二道嘅時我走嘛。แล้ว第三哩是我做咩啊？第三哩是我未記得我做咩，แล้ว後頭有一個先我更是人嘅。哦，個更是人嘅先個。做㗎了。對。because one actor actually 雖然是佢無夠10個人呢，act 呢種volunteer 嘅 actor。你看阿龍啊，林美英講 we want to see the movie。 You have to visit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Seoul。YouTube 可能有咧 ，YouTube community 嘛，伊放啲 library 裏邊，伊冇。我玫瑰咧，伊放啲 library 裏邊，然後就是出了。伊而家是入就反嘅，出緊了物件，伊覺得有 properly record，特別呢個伊價錢比較冇 public 嘅。哦，是。伊就是 part of 即係佢哋 national progression of entertainment industry。阿龍，你看伊何路
soft copy 無，你嚟 show 我人嘛？冇 soft copy，冇 soft copy。你去看時啊，你去看時就啲迄代去看。我講啊，我前排第一張，其實我係前排第二張。哎呦，我講我咪前面衫，我咪前面衫就講你 video 你應該前面衫，因為我就講since 我係一個國國人，我被死咗，我被自殺啲個咗咗，我辛苦啲，做嗰啲咪你寫嘛，我前一個排第二張，如果會使你叫我看。所以我而家幾日套衫可以看，你見下即條未拍下，你前一條。哦，你使 show 人白的，你白的是人做係水啊！你冇單看咩看你白地乜嚟？這是叫做保護鞋本好。你被看到伊魚啊，就會看白地喎。這正翕戲嘅咧，本來是想我諗翕，就是正翕戲。because 我講同我講話講，我有當就係佢哋奇奇怪怪嘅時候，我講超啦、魚啦，我有做嗰時候，我到底 try 嗰時候，所以伊叫我看到你鏡頭啲嗰因為伊是 order 嘛，所以伊叫夾落嚟啦。我啲嗰鏡 real mirror 唔是 real mirror，嗰 side mirror 位我夾你吊起來啦嗬，係咯，可以拔到頭家位啊，電話嚟啦，拔到頭家位啊。因為我看到點先啦嗬，我掉啲嘅，actually 我是掉啲嘅啫，我好像我係。個 director，我至少是講當我吹啫。我淡薄一物件咧，我自己鬧我吹皮，搞啊，即是 at 係啦，我哋我超行嘅物件時候，然後轉啊，當啫，啊，伊是 director 幾十年啊，伊看到這個物件嘅了就這個咧 small detail 搞，所以伊講 cut 佢就嚟佢，係咯，即佢就嚟佢時啊，我佢就做到咯，你講，冇咧，你全都冇嘢，如果我全咁樣，就我哋冇嘢，冇了，OK 咩？你 OK，你留掉佢你下，咁我就做得可以看，係咯，我入面嘅東西啊，係咯，我白照揾翹起來，一 catch 到個了就係呢條，其實都 cut 一冇好事啦 ，cut 一佢就嚟事講，但係你都冇嘢，嘢唔會到對話就，所以我條斜鏡就我點樣講我。every single detail 覺得一列掉嘅咧，係叫幾時咧subtle啲，即就是because 伊是 production， 伊是 director 加錢幾十年嘅，都伊要看人咋，所以我伊是伊翕我啲車裏面講話東西 ，actually 嗬是真係 uncomfortable 嘅 ，because 伊唔是歡喜嘅多，係你 camera 你 message 啲邊有啲車裏邊伊是直頭啲 app 位你出app 你 styling app 位翕起來嘅啊。都變做有隻物件嗰時，你特別當做邊個啦？對，特別係你有時有隻物件，我真正話路嘅就，係咯，伊幫你換一點先嗬，伊一條翕咧就 ，because 伊幫一條一條點你會換，你換起來時啊，即換時啊 production 你換啊，你想做乜事？唔是正時你會換。Oh my god！特別你車頭啱開啦。車會阿會，而家一般幾頁嘛，一冇 actually 唔是你會同特別一時種就個係你 machine 拍出來對，特別要種嘅比數，特別唔是會同嘅比數啦，要種嘅比數。generator 意思係 liquid 嘅，smoke generator 特別未死嘅，數咧未死嘅，都特別一直 add 出來嘛，一直 add 出來了，我我非得對伊嚟講，你 natural 就是一直 add 出來就，一個頭走出來嘛。我就睇見，安隻東西嗬，係你 natural 啲自然咧 ，natural reaction 咯，一條經咯，一條經冇成嘅。哇！我同你講，我學你換盤唔使落石刀就直接裏邊，而家一啲，係咯，我哋車裏邊，佢咪隻行可踢我打你抓嘅了，佢咪踢到啲你跌嘅了啊，你會開門個創住佢拔到頭卡，你講拔到頭卡咧，我走去同嘴。你 stop 話就講，你拔到頭殼啦，你特別去吹看有水無水性，咁直頭就講按照就攤嘅水啊，即係 director 嘅講啦。你特別吹，你特別目睭，你特別收嘅，飲看掉啦，看掉啦，你個走去啊。嗰隻但係說只個阿龍，你唔是特特嚟做戲，尤其是你有成個做佢哋舞台嘅戲人啊。即係舞台做舞台，到啲舞台頂做戲嘅人呢，依樣嘅 acting 上大嘅。我講這裡面有問題嘅，我講伊講我古仔有做戲，我講我古仔是啲舞台頂嘅，你特別笑，你超別當作大，笑戲的，你別得笑上明顯，你特別笑啊。
殺到啲你翕嘅時就 close up 嘅時候，淡薄或者我對，喙型，你我受一白鏡嗰時，我望我係皮扛姐，伊講即係我覺得捱嘅了誒，而家特別個 you are human。對，你做你想只主人做物件，唔是就談乜呢？破水，你想被死先啦！啊！你想就 forever 想對了少少嘅哦，等陣，我未死啊！我話你點可能攰情啊！等陣佢情來先啊！怕啊！你講係官良。你想我哋會嚟佢先啊？白照㗎啦！官良係你係官到學校嚟咯。你傻丁拔到落嚟。你冇定打係試試定但係試當面唱嗰陣咧嚇，佢第一隻係試過嘅，跟住我即刻就。你 background music 啊！出味本啊！你諗住就諗嘅啦，就就諗，你一相識點解你冇關係你冇上嘅導演本啲嘛？你幫戲點知啊？都係幫我白刀，有冇人嚟 contact 我先？有 chance 咯。做鹹濕戲啊，定叫到戲啊？做 blue film 咯。做 blue film 啊。OK 哦 ，real action。假如講 blue film 就近開嘅話，我係朋友是翕 foreign sex worker。伊是翕翕 blue film 嘅cameraman 啊。伊講啊，伊講哎喲，伊講你 performance 啊，成個是。只坎坷 because 你安尼借有個人拍開個邊一個人 production 緊了啊！你想講是你自己 enjoy 你 private intimate 嘅 moment 唔是咗，所以你咱看成個哇，後來成個翕接物件就好啊！哇，趁接翕嘅一個都拗。呀，即係 actors，我看過 actor interview，有冇是講嘅，like intimate scene 啊，冇呢英語，like 對。Because 你想講 friend 啊，同你 actor 啊，好朋友啊，你就係寫少。Imagine 都到一個 room 啊，你10幾個人，咁你看到看掉。少。梗係 weird 呢？แล้วOK 等陣我今日別人有成個咩手臂翕戲嘅經驗冇？會 share 嘅話嘅我垃圾仲垃圾一靠是人正啱講嘅，clubhouse 入邊。是啊，你叫人後尾起來。古靈芝。古靈芝嚇，古靈芝就去講 production。特別古靈芝你使，你使講你 production 嘅手臂嘅故事。即係你大人都個聽過，還是只 antihistamine 困嘢大人咪冇開。大人你 Zoom 嘅咪冇開，特別係你有我唔係你。你有經驗過翕戲嘅咯？古靈精個冇啊，古靈精 Hello。哎呀，是咁啊，我睇咪個。你把係咪哦？你把成個有人翕戲經驗過哦？翕戲是冇啦，我哋舊年有翕到一個featured podcast 啦，有人去聽我去翕 podcast 啦。我看到咪是，當叫人看到咪是做戲咯，讓到啲 podcast。對咯，我做戲了咯。我做戲了就係你經驗上咗是 interview 咯咧。I mean 叫我 share my story about my life and what 我做下咩物件啦。actually 做咩物件啊？actually 是。Okay, I think。你個開 camera 等陣嚟，等我開。我開 camera 啊？你買啊？我買，我係比較別。因為我把路啲 flu 掉啊，แล้วก็ allergy 啦，มันอยู่ก็จริง啊。我等啊，我ติดเต็ม。Okay，咪叫我冚咯。Then 你講係你，特別你冇 show up on the 係啦，你冇 show up on 人嘅 feed。我是看到紅險開數 ，OK， then 我看下你啊 ，video 冇啊，แล้ว你講下你做下咩嘢先？
Okay, well, actually, what's the visually impact 嘅？so 斜咩啦，in a way，斜咩我嘅講啦嚇，播斜咩啦。我是做就講我是 last year 去，我是如果一落嚟有興趣做 outdoor 物件，就講運動啦、爬山啦、去走。爬山。marathon 你有我對，阿龍對。OK。有走爬山是主要。你 Facebook page 咁樣Darren going forward。Darren going forward。攞人家未必捌看過佢哋 podcast 嘅佢哋句啊，有介紹過。其實我 message 佢嘅。哦，你 message 佢嚟參片嚟學嘅啊？對，後來講我聽就係估了嘅。哦，哇！我唔知講伊看對佢看唔對，我唔知嘛。OK。So actually 我是stop 我做 outdoor 物件啦，運動外口物件冇係咪做啦 ，because 目睭拿來拿差嘛。所以我就做。特別你目睭看未到是後期嘅啦，你唔是生。呢是 genetic 嘅 ，that means 我出事有啲有即係 already deteriorate 咧，你目睭。deteriorate 咧，伊就來就會聲，伊就發作就來就咁。就來就食啦，然後就看物件就來就忙咯。So last year 佢 after stop 咗一年冇去爬山แล้วsince I think the last one 是講一兩年爬Mulu Pinnacles 啦，แล้ว就教我自己講我咪做㗎啦，就大約咧嗰隻驚我要嗱爬嗱驚要看要冇看就落，我嗱爬你山咯，so 冇做咯咧。你是唔是細漢就講你 eventually 你會 lose 你愛曬？Eventually 你幾時知呢？你幾時知到細漢時？我知到這裡是點講 Form 4是16歲這樣先。OK。Because before that 是最近我去學啊，上面 morning 坐巴士早去自己行去學堂嘛，然後我拔到龍教啦。所以你先是 vision 慢慢成個較淡落去，你未看到一邊啊？That is。係你是 one of the symptom 啦，第二項是眼尾我是看唔到咯。OK。So that time 是我是感覺我就亂做啦，甚至我唔會出啦。你冇想到嗰時關係嘅，你 vision 啊，你目睭。對啦，後加 the last straw 是我大厝啊，行落是踢到我抹啦，拍完刀，然後就嚟去看路嗰隻咯。Then OK，so 特別 then 你細漢時就知 then 你教嘅你講嘅即個其實是你成日講有 expect 講係在講你會自己會教嘅，I mean 變做 legally considered as blind。legally considered as blind I think 是10年前 only when 我去 apply 我 OK 有教咯 when 我去GH 咁。So 你 all the while 你 deal with it 啦，你 manage 你嘅 cope with 嘅即個。Initially 我冇安尼還落冇去想安尼做 because 我嘅 condition 唔是 overnight 佢後晚就炒車咩嘛。But the 人知講嘅情形是早晚會來啦，特別係唔知 DC 會來咯。So reality 冇 set in， so 冇安尼還落安尼做啦。But because 係 gradual， 唔係講紅險。gradual 嚇，แล้ว我佢會換車，佢會做搭摩托，佢會做 whatever。當然佢係 quite very in。當然我冇學車就幾年啦，然後當然 most of the things for example 啦，我走 marathon 咪嗰時有一個 guide 帶我走嘅。已經掉一條線啦，走 marathon，啲白線本好本是有一個 guide。你 still 特別你 still continue 做啦，嗱你成一定嘅朋友咧，因為成帶你去做這件。randomly 咯，different guide 咯，即係 event 即係 race 話有，但是有人贏，係咪人會 willing to 嚟帶我咪就對走咯。邊你學見隻車是人愛鬥下手人會使 just 學醫生啊，會去到路時啊，鬥下手嘅對使人嗰啲一個人，然後當佢都來過啊，當佢都來過，邊你學見你唔是個頭一刀來啊嘛。所以當然啦，現掉聽掉人就知。我 story 是我驚佢頭長啦，咧講緊啦。你去把人個對嚟講較長你告訴。對。
So just shortcut 是 last year 去咧，我就是decided to return back to 做即個 outdoor 物件咯。所以朋友有講要去 Nepal 爬喜馬拉雅山，แล้ว我就真驚去，唔去過嘛，我就帶去啦。時時候講啦，我就講 OK 啦，我 try 啦，但係佢基本快驚啦，比較 spec 嘅。去4,300 meter 嘛，so step by step plan แล้วat the same time ว่าแปะเลยซ้อนแล้วว่ากู做这里 QTN for 这里新ตุตุเฮมล่ะ新ตุตุ新ตุตุล่ะ so ว่า QTN 新ตุตุ class เป็นลิกเลสเลยไอ้เจ้า叫 Daniel 嚟做我不到係咪嘅？Darren 應該你大人應該你不 Daniel 嘛 Daniel 啊嚇新ตุตุ咧啊 Daniel 孫 Daniel 係咪啊孫ว่าบัตรเดี๋ยวชิมอาซุนนะว่ามันใจเนี่ยอีมจะเนี่ย 對時一時地度係嘛陣時誒我不知我見 message 講要影咱嚟邊度嘅啊嚟講即係我唔知 because 我บาลู only ที่ทำการบัตร Cyniclus 啦 only since last year เนี่ย okay so after เดี๋ยว so after shortcut 啦 after 一早去邊嘅，你使嘛？你使做一個新年度嘅 episode，一是 headmaster 嚟，一是 principal 嚟。哦，誒，好啊。咁伊學生間了是 copy 掉嘅嚇。阿龍 reach out 對伊，但係 any guest 起來啦，會使 any guest 咩？บาลูว่าสิเดียวกับเอาบัตร EGM 啦ทำอีวิลเลนบอร์ด of directors อะไร哦，你บัตร director 你บัตร Joshua บาลู I think ใจสิ個 CEO the board of directors 有嘢，你บัตร啊？唔บัตร，特別你知哦。我บัตรเดี๋ยวจะเลยสิอีสิอีสัก講 bishop 嚟。哦 ，OK。誒特別，我這朋友 Joshua 是我朋友嘅就，即你都唔知你บัตร啦，伊是 part of 樣嘅 board of directors 本嚟定。But anyway，嗱，看你講，或者講我本每到對你嘅事，特別你 normally before 你做你 profession 係咩咧做工？Oh, my profession actually was legally trained. So law graduate 啦。So previously 是做工做一個發展商listed company，就係 legal manager 啦。哦，so 是 legal manager 是講做咩 contract 係咪講可能啊？做 contract 做合同哦。now 你 still without 你 I said 你做咩？你可能講㗎啦。較艱苦做咯，老實講咯，所以所以我是。Balu more focus on to community as in to encourage people with any disability to move on with their life lah, regardless of whatever disability that ilang yang ai song sin kaki ko may pangsia lah. So cho hami cho lo what I changed the mindset is to kong even though wang si okay you lang may kong chỉ là tầm lang cứu lắng nữa lắng cái kia cứu lắng cái kia là proactive 啦 you have to take initiative 你這個 hit 嘅這production 都是 about 這裡啦 more I won't say production 係大啦 it's more like a short video and 嚟help 我 hit to just promote the fundraising 嘅物件嚟講咯แล้ว有講淡薄 speeches to motivate 人咁嘅咯，แล้ว of course 你這個 podcast yang 叫我去是人叫我 share 我 story 啦 that was the first time 啦先啦，都淡薄嘅講淡薄啦講話嘅，唔要緊，或者佢嚟講學嘅人啊，成年都係人係咧，使佢嚟講啫。So it's just an iconic video, short video. Of course, what he joined the marathon last year, 有一個發展商，我去催伊人 to agree to 做 sponsor 啦。哦，OK， because 我聽到你嘅 involvement 你做工，你有啥 connection 㗎？But 這個 different company because 伊人 interested in CSR ESG 物件嘛。
So they are willing to do 咪嚟，係咪 sort CSR of ESG 什麼數？ ESG 是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哦，OK governance 嘅物件。So CSR 是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for a company。明白。So they are willing to sponsor 咯。So 有play short video and then 放到 YouTube and 伊朗嘅 website 啦，to promote 呢件啦。So the most recent 嘅是。This year 我就係俾佢做咧 Penang Beach Marathon end of this year 嘛，所以有做隻 promo video，嚟啲 September 4號是有做嘅 press conference 咯。OK，或者你使幾 episode 嗬？大家，咱一個 episode 記起來講伊一個大人，按照做大人嘅episode。古靈知道啲 clubhouse 起來啊，古靈知你一個，你頂當時你講過，我每個你想對成個講你 production 嘅時，係咪物件要去片啊？咩物件是有是人看你係是唔知嘅物件。但係你 production 嘅故事啊，是係咪物件會教人講嘅？是平時看咧 episode 人唔知。你愛得你 call 咧，還是係咪？佢早我冇做 Never Too Small 時，我是本時成個男仔翕廣告，後面翕 documentary 係了你只前面有翕過 feature films 本啊。特別feature films 我覺得講我有一 production 都跨20幾個人30人嘅嗬，真正做工嘅人個傾嘅，你個咧徛掉，徛掉為條路開始學淡薄 opinion， 就做工嘅咯。你係咪 role？ 你係咪 role？ 係啊，係咪 role 本有啦？係咪嘅男仔？破爛趴哦，其實做款嘅都被 show up 呢嚇。佢哋你唔是 production 嘅 crew 人呢，你是你 client 嘅人嚇，邊嘅人嚇。佢講 production 係本有嘅啦，佢有時。因為佢都有 role 嘅嘛，做俾 on set。成個 makeup 嘅 hair 哦，一個 makeup 嘅 hair 個 assistant，makeup 嘅 hair assistant 個自己 assistant 嘅喎。咁啦。assistant 啊。你講嚟教我做啲頭毛仔 ，OK， 嚟佢叫佢 assistant， 等我叫我 assistant，OK， 叫 assistant， 係我 assistant， 我叫我 assistant， 佢叫 hairspray 嚟係嘛？你試嘅咧，人冇 start， I keep 嘅時候係你 assistant 嘅時，過去淡薄係咧 adjust 伊嘅白嘅淡薄，佢叫嚟嘅做你講嘅，像有類像就 inefficient， 像 maybe 有 role 就 specific 嘅數 ，then。伊做物件就少，特別你往時做睇 lean 嘅 production 嘅時候，你 feel 到就了 resources 是唔是？就拍生就了點先，就了累咯。特別有時人是驚講成個有明星啦，嗬。明星咪單人嘅就伊輕大嘅，伊愛一項物件，伊就是愛了嘅。你捌拄過咧？可能成個大擺嘅人 production。有一檔翕嘅廣告是 fashion brand 嘅啦。แล้ว明星是中國，我唔知住本啊，但係聽講伊就出名咯，咪講名啦嚇。嘟咧，我人是嘟咧，唔知伊阿冇名是唔知名咩 Sammy 嘅是 Samuel 啊 ，Samuel 嘟啊 ，Samuel 嘟啊，係咧伊嚟了，我唔知伊是當金線嘅啦，我冇看到我去。少年人啊，少年人嘅嚇。So 我能 schedule 是9點makeup 是9點 start， tapi 我能 production crew 上去 set up lighting 嘅，後面9點就係搞啊咋，係了，伊9點 start 啦，伊嘅 makeup dressing 嘅了是 schedule 12點好嘅，1點起嘅，咁咧就1點冇搞哦，所以 set 嘅嚟嗬，伊4點冇好咋，4點冇 first take， 伊 call time late 啦，伊冇對 call time。伊無對 call time 咯，就冇啦，伊是伊 catering， 伊愛食物件就 specific 嘅。喲，了伊愛食物件，上個伊愛食我袂記啦，食咩啦，我 line crew 家己 food 嘅，係啦 specific 嘅，係你 catering 是 hotel 寄來，所以另外一點錢。哇，大牌嗰隻！你看你往 crew 是食nasi lemak。往crew 食nasi lemak啦，你樣 special crew 食nasi lemak ，hotel 寄得來 ，OK。
catering 來啊，另外一個 van 呢，係了，個有一個 chef 解 prepare，大粒，是啊，係了，我人是隨一間就大 studio 翕嘅嘛，伊翕物件嗬，伊攞嚟 take 就了咋，所以季節嗬，伊就是攞嚟 take 嘢嚟 back 搖嚟搖去就係了啊，但係了時間 production 較就是單較這個只翕嘅嘛。對。set up 啦，下面 prepare 啦，等陣啊，那個係翕內先內的了啊。啊，了人請個 director 是 senior director，哦，佢 director 本是驚人應該是 client 嚟嘛 ，at the end of the day，所以 director 本凊彩翕嘛，你看，我哋做 production 你 crew 嘅了哦，做間個是 set 個是，你 director 嚟畫下面燈光下面，哦，嚟畫個了。一 final product 嘛是安尼看呢全部唔是講真好啊，看啦，嘛是一個 normal TV commercial 嚟咯。南西你不都佢大擺啊？我咪告訴我講，都佢平成嘅了有啊，了樣有咧樣是買啉滾水嘅，樣干哪，愛 mineral water 你愛 bottle water 了Coca-Cola 咯。就唔知咩票啦，總之伊人是無啉水最轉頭嘅嘢，最轉頭出來水，行老細了，加埋有陣時我人嘅 director 啦、cameraman 啦，咁了是外國來嘅，你說阿無人嘅啦，伊帶過嚟點來嘅，所以帶過嚟點來咧，我人咁啊做應該是 support，because Malaysia 都袂使講外國點樣翕嘅咯，伊特別愛找一個 Malaysia 嘅 production house 去 support 人嘅。就是我 backup 啦，所以我 backup 咧做下面嘅，我 backup 咪是學曬嘢咯。所以伊人愛啉下面水，下面個了唔是我俾啦，係嚟 PA 做啦。我人 standby 是 props 啊，個了唔嘅，因為我 department 是 props 嘅。所以伊人的樣有影是下面我無食呀，伊干那講伊愛食罐頭嘅，了水個了是罐頭嘅，水個了是袂使講都泡好伊下面個了嘅咯。一驚啊！阮啲人驚流曬啦，水土不合服啊，咩？不服啊！แล้ว伊本白講，伊人嘅時間是翕5節就是5節，3節就是3節，拍包就走咧，樣袂使講應該我係咪數了，個再 delay 2節可能袂使，應該即個老是累啊！咧伊講早起8點，伊袂使 risk any downtime 啦，是講所以特別今日食罐頭，再講是100% clean 嘅啦。對，明星迄個咧較濟，像胡靈志講咯，是愛大牌咯，較濟啦。特別是 for production 嘅 crew 咧，較濟是用外國來，較濟是不亂食嘅。你用本無 OT 嘅，用個8點翕，你使講8、9點啦。即是 union maybe union 伊特別 roll 咧，伊 roll 機啊嗬，伊5點、6點、7點以前伊特別收單了，伊冚了嘅嚇。你看咯，樣冚了樣無啊，咪了個伊帶埋樣家己嘅 cable 人來啊，過迄個電嘅物件，了你袂使動嘅。哦，嘅佢咁小派嘢咩？咁你看到下面嘅 cable 無講，你袂使講嗬，家己做好。哎呀，佢這邊就係咧Harvey Norman 嘅咩就嚟個嚼字啫。你個樣 BA 特登學曬人咧，樣裡面個別嘅啦是 Starbucks，成咪就啦 Starbucks 是正 high class 去嘛，樣 client 當叫冇 high class 咩？當叫我唔知樣裡下面啊，可能唔是 Starbucks 國家裡白行啊咯。誒，這是馬來西亞嘅票啊，都是馬來西亞嘅票，都是馬來西亞。誒，其實頂到是被 juice，你講 juice，三日頭嘅，三日頭嘅啥事？三日頭嘅。了大牌是明星嘅 ，depend 啦，看迄個 talent 咯，看迄個 talent 是出名嘅 talent，無出名咯。是出名嘅 talent，OK 啦 ，so far 都掉嘅。但係南西個 production 個貴嘅告訴我，有 actually 有嘅。佢 maybe production 是講就係你 M 嘟車嘅了是真好嘅啦，即係袂歹啦。M 嘟係咩？嘟波車。M 嘟車嘟波車，伊是真正 professional 嘅咯，伊真好嘅。你都變咗毛毛股去啊，然後你不要嘟。我曉嘟啦。伊是唔是 promoting agency 本嚟？你講，伊小妹做嘅。M 嘟車啊，你是講 M 嘟車了嘟波車啦，無講咩？
對啦，你使講啊對啊，對對 M 嘟啦，我講 M 嘟車死嘛 M 嘟啦，做咩 M 嘟？當嘅時候話你講出嚟，呢件事咧是冇出名嘅事咧，啊，那麼你明顯，呢件事是冇出名嘅事咧，一般高價阿妹，actually 伊是係咪物件出名？伊是係咪出名？伊 modeling 啊，哦，我想你講伊是因為伊是做 guest girl，伊 actually 講嘅是伊會做 guest girl。guest girl 係咪？等陣 clubhouse 嘅對，guest girl 係咪是 guest girl？guest 係你票 guest 係票 guest 出票。我成日你講你買你去你 guest 你豆希多，你人賺 A 嘅你 guest。搞笑。哦，他踩嘅 guest，特別伊唔是 sport 嘅人，係什麼嘢咩 ？Amber 都冇啦。伊是係咪？伊是很做出名嘅，就是是 actor 嚟啊。伊是 modeling，伊是 model。哦。 I think 伊是 something like Malaysia 頭一個 supermodel or something like that 啊。哦。伊因為我翕伊嘅時咧，伊是新人嚟，伊唔捌做過蝦物件。所以我係頭家仔比較容易，因為伊真特別嘛，伊個玩個真特別，伊個面真特別。伊講伊真水，伊唔想真水，特別伊有 model 款咯。then 伊個有隻禮貌，我真少看到是 talent 咧，伊無成抓蛇呢。伊無抓蛇，因為迄時個無紅過啦。特別 after that 伊紅了吼，做了 guest girl 了，伊本是安尼款嘅喎，伊本是真好嘅喎。哦，我哋說伊紅了，所以伊開家己開 modeling 嘅 agency。等哦。agency 咯，伊個家己嘅 public 嘅之類係咪啦？對，伊都是白嚟 talent 咧，白嚟 model 咧，樣較濟咧是甲頭嘅，甲 director 關係講 hello goodbye，安尼款嘅意思講哦咁樣啊，講話啦，伊冇想甲 crew 講話，對，有禮貌啦。特別伊咧是到小工嘅事。小工過後，伊翕了，伊拍了吼，伊有影去特嚟地白問佢講感謝哦，伊揾伊過後，伊袂想抓蛇啦 ，because 其實 actually 抓蛇人是，你人對你好吼，你對你 crew 好吼，你 crew 個一隻事教你嚟講，樣 make sure 特行好啊拍水係咪？其實談嘅是你個見啊，冇人抓蛇啊。因為咧，公司嗰度配耐啊！我有看過嗬，我有影配，我就是愛講，有影嗬，有影是你說你做甲無好啦，你特直直 NG 鬼名啦，直 retake 哦，就是咧，加人嗬，有影是配抄耐路誒，配抄耐路誒啊，阿妹啊，你係咩路？因為加人別小工嘛，本身嗬3點鐘去了，人家因為路哦，博翕甲鬼名咪未對嗰度，4點咪未對個。你講啦，咪啲阿妹咩臭話咪講啦，因為咋錯咯誒，我這種講嘅人無咩臭話，就唔是無做我這種講嘅。啊，你 crew 了啊，還有阿咪啊鋪阿咪抹啦，阿咪擼，乜強幹，差唔多啊，你看到？你咪對啊，你看你說？南西有嘅 NG director NG 嗬，有嘅直接。不 necessary 嗬，有啲director 係 show 伊 power 嘅，就是講你辣掉嘢妹就死了。伊 NG 路是 NG 削呢，伊 NG 削呢，伊做路因為扮路啊，伊扮路斷路啊，斷路啊。個零次一個講因為有陣時嗬，但係都是夾掉伊愛嘅線呢，伊夾掉了誒，特別伊就是屯時。伊切套路，隨時講伊夾別掉過，伊隨時叫你翕啊嗬！即係要 backup 咧，已經有一個伊夾掉伊挨，迄你伊夾到迄個 shot 了誒，特別伊就是做路咯。安尼看咯啊，有誒 so called retake 啦，對發路做十刀。用 film 咪無相嘅就了咧。當今嘅 digital 嗬，一人 NG 成個 NG man 類咯，有時間嘅。佢揸 film 咪冇上嘛 ，film 有 budget 嘅嘛。貴啊，係咯。film 貴啊。係啊。OK，講個這裡別人講個一平性，一隻趣味本啊，我唔使講，我設這 topic 是學為家實阿龍嘅經驗啊，會聽佢講嘛。有時浪個晚咧在阿達個炸彈炸過。
個故事人嘅。誒，就我不會翕過咖喱啡就。嚇，你講話個靈芝講。我咖喱啡有當時我去翕上個ตัวกักกูเลียวด็อกิเมนทรีมาตอนที่ตะลุยกักกูเลียวสิต่อโอ้卡古 OK ฮัลโหลกักกูเลียว so อีเลย experience 係有時間接嚟都唔可以得咯第二你多啲嘅接嚟了你講一邊接得嘞哦等我 check 個我都 check 個啊個靈芝都講 continue 講哦所以係แล้วสิไอ做這些 preparation 咯，你別使講頭接present 咯，ไอ做 paperwork，係แล้ว有 briefing 係咪？係แล้ว做了 interview，只驚這接起時間人看到 camera 嗬，個人 start 講了，你人個了講咯，講啊，我人 interview 了係你叫咩啊？係你翻人啊，係แล้ว要做 reenactment 嘛，係แล้ว我是一個 Asian 嘛 ，so 一來 DEI so。伊人就叫我講，會使做咖喱啡請係你 prisoner officer 啥，我請哦，係啦 prisoner 佢講我計驚了，計驚，哎呀，我冇看到用 real prisoner 咯是哦，所以 prisoner 是 real prisoner 啦，哇，แล้ว人講個了拉什話 racist 話個了，哦。你出過有出喺呢哦？出係咪？有出過，上個我看到你成日淡阿達呢，走去看 video。YouTube 會出，我看到出了。啊你 YouTube 冇是ตัว TV 嘅 documentary， 哦 ，TV 嘅，係แล้ว個就類似hip 戲是我 shoulder 成個南西講嘅照攞膊頭啊。所以人協議是 reverse shot 嘅嘛，over the shoulder 都是 shoulder 啦。我就是做 shoulder 嘅咯，係咯，前幾頭毛。是啊，我做過。仲有你講嘢啦。超別。咁大家起來咁樣講啦，攞咧即係你經驗，我本一個 actually 我自己是我是你唔是大牌 director 啦，我 director 就 shoot 下我係 talent 走嘅，我都係有協嘅，冇需要咪是對咯。然後我呢就是哎呦，死我背後尾時背伊查某嚟啦，你伊夾就是把啲先嘛，然後我背一人到啲你 camera 頭前，然後夾隻後啊，然後協對手淡薄，你對啊嘛，所以我就呈現啥，所以我落我手接起伊嘅衫手，有影夾手到啲頭前。做咖喱啡 ，OK 感謝大家即係禮拜收聽咁人講翕戲嘅話題了，希望讓禮拜個大聽，變得學件新嘅無上嘅話題。都嗰隻要緊就是講到 YouTube 會看 ，make sure 我 subscribe 啊，你話嗰個當金上嚟浪者嚇，嗰部 subscribe 嗰上嗰是2764人上但是咧冇 subscribe 嘅subscribe 呢個介紹你朋友嚟聽，感謝禮拜再見，拜，大家拜。頂一禮拜冇看，冇 I mean 我咪講咩？頂一禮拜冇看，必須到這邊但係這邊已看定聽，等下就正一現在錄音就是同啲路啊咯，แล้วก็教到下，超邊啲學嘅人聽就係攞760個人啊！我覺得話嘅機子嚟耶拜。